之美。Vota fratis nostri Casimiri, Sante Romane Ecclesia Cardinales Nis, Archiepiscopi Metropolite Varsaviensis。9月12号，在波兰华沙的天主眷顾大殿，圣座丰盛部部长塞梅拉罗书记代表教宗宣布，斯德旺维辛斯基书记主教和伊丽莎白罗莎恰卡修女在祝福中成为新征服。维辛斯基书记主教的礼仪纪念是5月28号，而伊丽莎白罗莎恰卡修女是5月19号。随后在歌声中揭开了2位新征服的图像。新征服的遗物游行接着展开，维辛斯基书记主教的遗物由露娜修女带到祭台前。露娜修女的甲状腺肿瘤因为团体成员向维辛斯基书记祈祷而获得治愈。伊丽莎白罗莎恰卡修女的遗物由18岁的卡罗琳娜高里奇带来。卡罗琳娜·高里奇是在一次毁灭性的事故当中，因为向修女祈祷而得着康复。全场以歌声来颂扬这2位新征服。这场宣征服弥撒由教宗祭政所的所长康拉克拉耶夫斯基书记，以及捷克的多米尼克杜卡书记、华沙的卡奇米日尼奇书记以及多位书记、80位波兰主教、45位国外的主教、600多位神父参加了弥撒，另外有7000多个会众参加了这项宣征服礼仪。波兰总统、总理也都出席了弥撒。维辛斯基书记主教2次世界大战的时候，曾经参加了反纳粹的斗争，帮助犹太人脱离纳粹的追杀。而在1945年到1989年共党政权的时候，他致力于维护波兰的天主教会。1953年曾经因此入监服刑。圣教宗若望保禄2世曾说，如果没有斯德旺维辛斯基书记在监狱和苦难中的信德，如果没有他的英勇和对教会之母无限的信任，就没有波兰的教宗圣若望保禄2世。谈到伊丽莎白修女，她从小就受到天主的召唤，22岁的时候双目失明，也因此她了解天主要她去照顾波兰没有受教育的盲人，因此成立了盲人关怀协会，让波兰的盲人可以受到教育。伊丽莎白修女曾说，没有什么事能阻挡天主的爱以及效法天主的脚步。圣座丰盛部部长塞梅拉罗书记在弥撒中强调，2位新征服都坚信天主的出国能恢复人的尊严。他们拥有类似的非凡见证，那就是不惜一切代价忠于福音生活。